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6月初4。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以西结书第3章12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2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守望者。以前伫军中咧服务的时阵，因为负责弹药的补给以及弹药库连队的管理，所以迄个卫兵的伦理甲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当时这个做兵的期间，阁是伫戒严的时期啦经常去互这个当时是政府的国防部惊甲精神拢真紧张安尼卫兵就是咧守望这个弹药库房以及营区的安全，特别是伫暗时更较需要有好的守望者。如果守望的卫兵无负责任拄久或者是贫惰，可能拢造成这个营区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咱知影守望者的重要性。基督徒的人生的重担，有甚物人会当做咱的守望者呢？咱常常听人讲无要紧啦，天迄个放落来阁有甚物人安尼这是一种的成立保证就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上帝的应允啦以西结书第3章12节到21节，先知安尼讲。迄时，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我就听到我的后面有行叫的声，讲着称赞上主对伊遐所显出的荣耀。我阁听见这的画面伫空中在飞，石三角的声，嘛听见因的律链灯色所发出亲像大地动的声。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带我行，我的心艰苦佮受气。上主的大气力甲我车咧安尼我来到伫加巴罗河边的提勒阿比，就是流亡的同胞所住的所在。我郁卒伫这个因的中间住7日。7日后，上主甲我讲：“人子啊，那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你着将我甲你讲顶个因的话，甲因讲。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你无去甲警告劝因来改邪归正。”互伊通救家己，这个人虽然因为家己的罪死，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伊就会因为家己的罪死，伊会死，你毋免负责任。若是义人离开正路去做歹，我要互伊绊倒。互伊死，你若无警告伊，伊一定会死。伊要因为家己的罪死，我无要纪念伊所做的好事，嘛要对你追究责任。毋过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伊嘛无搁犯罪，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基督徒的守望者到底是什么人？对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咧应允的保惠师，也是耶稣基督本身啦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27节，耶稣基督问门徒：人讲我是什么人？后来又去问讲：恁讲我是什么人？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要爱互因清楚。伊就是门徒的守望者。有一遍，耶稣家己一个在祈祷的时，门徒来找伊，
伊问因讲，证人讲我是甚物人？因讲有人讲你是洗礼约翰，毋过有人讲是伊利亚，嘛有人讲是古早的一个先知个我。耶稣阁问因讲恁咧，恁讲我是甚物人？伊就因讲你是上帝所设立的基督。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这个代志。伊讲，人子一定会受真济的苦难，互长老、祭司长以及经学教师拒绝，佮互人害死。第三日，上帝会互伊搁活。耶稣佮对众人讲，要对我的人，着否定家己，逐日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伊会得到性命。人得到全世界，煞丧失家己，还是毁灭家己，有甚物利用呢？对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人伫伊家己甲爸以及圣天上的阳光的中间来临的时，嘛会因为这个人感觉见笑。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的还未死以前会看见上帝国。耶稣基督伫这位的圣经最主要就是要甲门徒中间甲因问，人活地的时阵要见证伊会搁活，因为搁活耶稣基督甲门徒讲，天顶、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这个权柄就是上帝找耶稣基督人子，成做世间人的守望者的记号。诗篇29篇，天界大灵的正经字啊，就将上主应有的阳光宽容来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有的阳光归乎伊，就存纯洁的心敬拜上主。上主的声伫水面得响，阳光的上帝起雷大弹。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上主的声有大气力，上主的声威严满满，上主的声拍起碧香树，上主拍碎黎巴嫩的碧香树，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互叶文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上主的声互死人闪死，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上主互加德斯的旷野大震动，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生产，互树林的树叶落甲光光光。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发光，阳光归上主。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快乐，互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感谢主赏赐阮耶稣基督，成做阮信实的守望者。也亲像圣经诗篇121篇第4节甲咱讲，保护以色列人无拄面，嘛无困。感谢主赏赐保守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